永安路街是闽农体育街，行人开张假下去的24处货房，比草多爱求永久安基，路屯体条街路我名做永安街，200人年过后无头牌按好讲紧呢。高雄市校委会陆续推出的文创人才留米点草闽农永安路街也得计划，想要带入韩国多嘅人文创意，好本路街区再个发展起来。故所街路巷可以一看用菜地农产品来做小胖嘅点名，还有后生艺术家用外地人嘅角度来看闽农，佮做出艺术创作，安尼永安路街唔多啲嘅也有会转变。永安路街係高雄闽農最早開發、是該發展嘅街路。東望樓、羅浮坊、日本數位嘅共同建築，都留下為路街嘅歷史見證。按多年來後生嘅村外莊，單單村到老人家，嗰所街路夠冷縮嘅。我最勸大家嘅有定位變化，前日嘅永安路街開業一間麵包店。麵包師傅李延克，菜苗搶兩公婆唔係闽農人，撒該家己闽農喊晒來呀。韓推佢哋對闽農嘅愛，表現喺佢哋作為糕餅、小胖烤，原料係用菜地嘅農產品，同農民該好為合作。剛開始來是因為有一個番茄農友，然後跟我說這個裂果很多。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，哎，這乾淨的裂果沒有來做加工，很可惜。然後就陸續開始就一系列的產品，像陳皮番茄，我們有做成果醬，然後陳皮番茄吐司，還有陳皮番茄鳳梨酥。然後就發現到，哎，其實不是只有這些產品，還有很多的農作物。可以做在我們的烘焙上面。一種又一種用闽農農產品做出來嘅小胖糕點，用料嘅食材，按照地位美食，可以受到菜地人同觀光客嘅歡迎。這個是南瓜起司吐司，對對對，這個是我們農渡產的這個阿城4號南瓜，木瓜型的。那我先生那時候選擇這個南瓜，他覺得香氣色澤都是好的。對，然後也是我們美濃在地的，然後配了起司又特別搭，小朋友還很喜歡。沿用的東西攏係闽農的產品，係啊，都不會買的攏係個麵粉啊，就是比較吃起來就是沒有那麼扎實，都是鬆鬆的那一種。對啊，而且又離我家很近，這邊買比較方便。其實本單也靠麵包店無開店面。今年通過高雄市校委會嘅文創人才留名計劃嘅評選，得到50萬元人均補助金，能到永安路街也開店。我哋呢想法係講，迄假是有無窮樣嘅人200多，我哋呢客家莊，嚇用客家莊原本傳統嘅一種文化歷史嘅一種元素嚇來做創造嘅話，安尼。有可能帶來買機會嘛嗬，我哋認為講啊，永安路街伊係喺最市中心，最不容易看得到，個最多人會去到嘅所在，嗬，所以也係不容易看得到嘅，嗬，故所以當然一方面係愛人講嘅活化老街區啦，嗬，另外一方面就係帶來無相同多年嘅文化，嗬，一種多年嘅文化呢，就透過一下間農村無相同嘅經濟嘅發通，嗬，來帶通啦，嗬，所以我哋目前留美人才嘅部分，嗬，就係分享各種各樣嘅人才入到我哋嘅地方。剛剛是把它變成一條一條，那接下來動作我得把它慢慢的把它處理成一個一個的薄片。除開店來帶動經濟，高雄市校委會未推出點講闽農永安路街嘅駐村藝術計劃，請藝術家落來，希望屯路街帶動起來。該位竹編工業後生藝術家陳永生，希望打幫傳統農村社會當中，佢就用到嘅竹編嘅東西來交換起鄉親對竹編嘅感情。其實竹編這件事情，在我們的傳統的農村社會裡面，有非常多這樣子的物件。
对，不过因为现在的生活，现在的人其实对于竹编这个东西非常的陌生，尤其是小朋友，对于这样的材料其实是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的。对，那我非常想要透过这样子一个作品，就是呈现的时候，引起人们对于竹编这件事情的一个思考跟回忆。对，希望大家可以再度能够注意到这件传统工艺。亚白嘅艺术作品，陳用成用百姓等嘅燈籠來做，用田中下嘅人接送嘅用到嘅連麻嘅龍嘅嘢，六個變法來創作。而可能人看過為知道一種各種素面嘅樣嘅。可能長者他對於基隆這樣子的物件會很習慣、很熟悉，但是我做了一個好像是基隆的樣子，但又不是那麼的基隆的一個做法，對，那可能就引起他們的一些思考。那或許會有機會跟年輕的孩子有更多的對這些物品的一些互動。我希望讓它充滿了回憶，然後它又可以有一點點童趣。我覺得它比較複雜，所以我想要再把它簡化，這樣。駐村藝術家小義奇屯美濃客莊嘅風景翕下來，此等屯記下項嘅素材結合起來，而希望打幫影像來表現出美濃有意象嘅，未來大家對美濃有很高度嘅關心同通下。最原本就是一直都在遷徙，然後移居，所以有客家這個名詞，然後我覺得對我也是很有意思，就是比如說我來到這邊，我也就是一個客人了，我就是客人，然後我以一個客人的角度，我來觀察美濃這邊有什麼不一樣的東西，因為美濃有伙房，新式舊式伙房這樣，然後大家很習慣性的會在廣場上曬自己的衣服，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情。我很喜歡這樣的感覺，就我覺得這有特別淳樸跟一種很怡然自得，我覺得是都市沒有的狀態。然後我想要透過我的觀點去呈現這樣的東西。用美濃開種200多年嘅用法老街來出發，大幫藝術家看到嘅國土屯創作，打造出美濃嘅家，屯美濃菜系嘅美好文化。外天然落來，帶來韓國多位人文創意，每屯老街嘅光彩再個展現出來。